我看，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困死在这里，咱们得分头冲出去。他们这帮家伙，就算再心狠手辣，他们也不能把我们一个都不剩的打倒。硬闯可不行，万一阿萨来伤了，咱们就是闯出去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那就只有等约纳斯图回来了，他点子多，或许能把咱们接应出去。我看那个狗男爵也学精了，怕轻易的引不开他。他们的人多，要等到天亮，我们想闯出去，就更难了。大士顿，你干什么，塞尼亚？我走了。什么？怪女人！这个时候你怎么想起要走啊？我的好人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轰我走吗？你怎么？现在知道自己走投无路了，想让我和你们一起等死吗？可是塞尼亚，你看看那边。那边的事我看过了，他们抓的是你们，我是次刚人，他们不会为难我一个次刚女人的。你，好了，祝你们好运，大士顿，别忘了你的誓言，办完你的事情，一定来找我。再见。让她走也好，一个女人，要是真打起来，我们还得照顾她。我是觉得她的神情不太像她说的那样。别开枪，是伯爵，快追，夺下伯爵！啊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只能把她安顿在这儿了。哎，那个磁钢女人呢？队长，我们能追得上吗？沿着这条路追。我的爵爷，是你呀！伯爵在哪儿？爵爷，谢谢你。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？那孩子呢？你说那孩子吗？你们还没有抓到他，我刚才跑出来就是让你们冲进去抓人呢。那你在那里干什么？爵爷，我需要钱，你说一个次刚女人还能干什么？那你为什么抱着那孩子的披风？那是偷来的，我打赌这披风值好多钱的。别跟我耍小聪明，你是骗不了我的。磁钢女人，你不是需要钱吗？他们个个都有的是钱，我可以满足你。我今天让你把一辈子的钱都挣了。你们还等什么？赶快交易啊！快点！别抢！放开我！你这畜生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伯爵，您睡了吗？
看这儿。跟对了，我们追，撤，撤！伯爵，把您的玩偶给我一枚好吗？为什么？全能的神呐，愿你赐给世人智慧，让他们在云里雾里得以看见方向。神，我知道你有此能力。邪恶在你面前将像火上的雪，水中的糖消失无踪。哎，谁知道他走哪条路啊？要是磁钢女人在还好点儿，也能给咱们算上一卦。大王，你怎么又提这个？哦，错了，瞧我这记性。哎，看这个，这个孩子总算做了一件好事。哎，发什么愣啊？追啊！等等，对付黑骑士，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呢。米拉斯图，到前面看看。哎，你们过来看看，这有脚印儿，还有这个。这家伙把马蹄包住了，真是条老狐狸。可他没想到阿萨赖帮了咱们的忙。你是说，这旗子是阿萨赖扔的？当然了，还能有谁？这是一枚王旗。阿萨赖有32枚象棋子，还有50多枚锡兵，只有这枚是韩王亲手为他做的。如果他想给我们指路的话，我想他绝对不会扔掉这一枚的。或许啊，这棋子根本就不是他扔的。对，上马。看见什么了？他在那儿，就是他。是用刀还是用剑？还是那句话，随便。呀！呀！站住！
然厉害。你们这些小人，偷袭暗算，算什么好汉？与俄罗斯的高手也没有多大的不同。哼！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他。怎么办？一次没成，再想引开他就难了。正大光明的跟他找机会。来，孩子，来。你受苦了，孩子。你受苦了。来。孩子，回到咱们的家族里来吧。大篷车修好了。俄罗斯人不让咱们生活，我们到波兰去，到印度，或者翻过大山，到阿富汗去。不，我不去。哎，你呀，你是跟咱们许多美丽的次干姑娘一样的苦命啊，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爷爷，大士顿是好人。好人？我们来的时候，他们谁都不在，你被像破布一样的扔着。他有他们必须去做的事情，你们不懂。可我知道，那是他必须去做的。那你呢？他们丢下了你，我去找他。大地茫茫，他们来去如风，你到哪儿？到哪儿去找啊？是啊，他们说过，一定要到奥钦峡谷去找他们的韩王会合。我要去找他。那里在打仗，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我要报仇，我要过几天真正女人的日子。孩子，你要想好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啊，好吧，你去吧。孩子，那包袱里是你的衣服。三妮啊，你可要想好了，真要离开我们，啊？哦，你好，客人来了。对不起，夫人，我是远道而来的，带着一个孩子，他生病了，只好冒昧的打扰您了。哦，尊贵的客人，请进来吧。谁又能背着房子赶路啊？外面那几个和你是一起来的吗？那几个人和我们没关系，您不用管了，帮我照看一下车里的孩子。哦。哦，我的孩子，你病了吗？哎呀，看你烧得好可怜呐。来。
夫人，您看这孩子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您看不出来吗？他病了，在发烧呢。您看，亏你们这些狠心的男人，孩子病成这样，还弄着他3更半夜的赶路。孩子不要紧吧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看，你现在担心起来了。他没事的，受了些风寒，暖暖和和的睡上一大觉，喝些我们这儿的草药就会好起来的。您有药？您是医生啊？老爷，别盯着我。我们乡下人不像你们当老爷的，有个小灾小病的都是自己治。哎，看得出来，这孩子也是城里有钱人家的少爷吧？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就帮你；要是……别说了，把你的药拿来我看看。是老爷。行，你赶快煮一煮吧。哎，好。客人，您从哪儿来呀？这孩子是您的儿子吧？这些你就不要问了，你要照顾好他，让他尽快的站起来。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至于我，你给我1碗水，2片面包就行了。是。哦，这个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我叫玛莎，我丈夫他出门帮人盖房子去了，大概明后天就回来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赶快去煮药给孩子吃，好吗？是，老爷。嗨，小伙子们，你们不想喝点茶吗？不要和他们讲话。他的烧已经退了，他正在睡觉。他说，他不想吃什么东西。他还蛮有人情味的。是啊。按照日程，韩王他们该到傲琴峡谷了。你们的将军该起床了，我进去。哎，省长大人，哎，您不能进去，不要拦着我，你不能进去，不能让他进来，事情不能进去。我一想，也只有你敢在我睡觉的时候闯进来。阁下，您是我的灾星，我好意把你从驿站救出来，又把你送到了圣彼得堡。可你倒好，给我弄来这么个差事。阿德里昂将军，您可是陛下和部将军公爵亲自点的一员虎将啊！哼，我知道是那个大情人。有好事的时候，总是想不到我这个老头子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又不会打仗。要是陛下派你来做监察官，那你走错地方了。这不是图尔扈特汗国。不，将军，您知道图尔扈特人的反叛，我是因为失职来接受惩罚的。是啊，充军，别克托夫先生，你也知道。和图尔扈特人打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得用上120%的精力，所以我没有多余的力量来保护您的安全，这就全靠您自己了。是的，我知道，我个人的安全是微不足道的。不过，如果您能够给我安排2个卫兵，尊敬的将军，我将会感激不尽的。仅2个卫兵，亲爱的阿德里昂将军，2个。1个也没有，别克托夫先生。哼！他今天一直睡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醒来喝了1杯牛奶，吃了2片面包。他说他仍然不好受，不过依我看，他可以上路了。不行，老爷。孩子现在很虚弱，不能离开家。
他受不了旅途的折腾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当过母亲的能不知道吗？行了，你别跟我啰里啰嗦的了。哎，你听着，这里能弄到马吗？不能。没有，老爷。你现在给我弄到一匹马，我会付你3头牛的价钱。没有。5头。没有。8头。没有。大人，你可真是慷慨啊！你看我能值几头牛的价钱啊？如果你能逃到车辕里拉车的话，我愿意出10头牛的价钱。哼！阿斯莱伯爵，你还是不舒服吗？伯爵，我带你，咱们到外边晒晒太阳，好不好？我头疼，不想去。不行，晒晒太阳会对你有好处的。我不高兴。走。把我的奶放下！夫人，你的奶在这儿呢，过来拿吧，在这儿呢。夫人，来吧，来吧。这些家伙看着体面，干的什么事儿啊？原来跟我悄悄说了几句甜言蜜语，就是为了偷东西。哼！算了，他们在山坡露宿，挺苦的，你不心疼他们？我干什么心疼？他们是愿意待在那儿。在这儿呢。谁知道他们干什么坏事？等我男人回来，就把他们赶走。哎，托尔霍特人！嘿，安德烈大叔啊，达什顿！哎，你好啊，小兄弟，你怎么样啊？哎，我挺好的。你的气色可是不错呀！啊，我听说你们图尔扈特人东归了。是啊，兄弟，哎，快说说我巴西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是我们的韩王。什么？他是韩王了？兄弟们听见了吗？大名鼎鼎的我巴西，当年还在我的客房里住过呢。他叫我叔叔，还喝过玛莎做的酒呢。哎，安德烈，那天喝酒的时候我也在啊。他分明是管你叫的大哥，怎么又变成叔叔了？安德烈大叔啊，我巴西和我是兄弟，我叫你大叔，他也得叫你大叔。另外告诉你个消息，你的女儿查勒米亚在我们那儿住过，是吗？哎呀，这个消息真是让我太高兴了。哎，我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消息告诉玛莎，她肯定会高兴死的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的女儿死了，没想到她还活着呢。可是沃巴西的儿子现在被俄国佬关在玛莎的木屋里。什么？不是说是个什么小伯爵吗？他叫阿萨莱，女皇强行把他收成了教子，目的就是要把他当成控制沃巴西的人质。我明白了，你们几个守在这里，我这就去把那孩子救出来。安德烈大叔，这个人武功很高，为人又非常机警，我们要是贸然动手的话，我怕会伤到孩子。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办。弟兄们，走走走走。大嫂，你的奶真好，我很喜欢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我的奶？我的奶是给你喝的吗？对不起，大嫂，我说的是牛奶，你别生气，开个玩笑。
我们有钱，还想弄点你的奶尝尝？呸！你又在胡说啊！其实啊，你的奶真的很好，真的比牛奶好。我叫你说，你给我滚！真的比牛奶好。滚！你给我滚啊！滚开！滚！滚得远一点，别让我看见你们。这里是奥琴峡谷的出口，我们的队伍就在这里扎营。报告，阿德里扬将军的命令，命你快点回营。走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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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图尔扈特人像洪流卷过草原，每一天，我们离东方都更近一些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更关心眼前的路程，对于明天反而不怎么去纪律了。而我明白，前面还有更严峻的考验：险恶的奥琴峡谷与勇猛的哥萨克军团。危险和死亡仍然追逐着图尔扈特人。历史性大事件。其实，它是由许许多多当事者的每一天、每个小时组成的。人们为了远大的目标，吃苦、受难，甚至牺牲，在史书上却留不下一个字。那些日子，我最牵挂的是达士顿，这当然
与儿子有关，却并不全然因为儿子。哎呀，将军，将军，阿德里扬将军，该起床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起床吧，起床吧。省长大人，我跟您说过，将军昨夜处理公务到很晚。哦，将军处理的是这个公务吧？大人，这话你敢说，我们可不敢听啊。什么？所以嘛，你不敢做的事儿，我就敢做。勤务兵在，将军。顿河家乡带来的好酒还有多少瓶？只有2瓶了。什么？怎么喝得这么快？是的，将军，您可是这2瓶酒不许动了，我要请客人，我要请我巴西海去。啊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！我们一定要多喝一点，大家唱起来跳起来吧！啊，四冈人，你好啊，请问一下，奥钦大峡谷还有多远？奥钦大峡谷离这儿很远呐，你到那儿干什么？哦，是不是你的丈夫在那儿打仗呢？那儿兵荒马乱的，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当兵的我见多了，我不怕。啊，给你，这是2个苹果。哦，谢谢。我们这儿正在举行婚礼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？我不能。好，那我们走，走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伯爵，站住！啊，伯爵，别过去。伯爵，没什么好看的，一帮乡下人在举行婚礼。好，结婚，我去看看。伯爵，站住！看这些干什么？不，我要看看。哎呀，好了。你好，大人，我们正在举行婚礼，能请您参加吗？上帝祝福你们。谢谢你，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来来来，好，来，坐坐坐，来，好，来坐下，来来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唱起来，哈哈哈！哦，大人，喝点酒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敬酒啊，敬酒。大人请。谢谢，祝福你们。大人，请您跳个舞啊！哦，对对对，来，好好，来吧来吧，跳吧跳吧。哦，来呀！来，大人跳啊跳啊！
尊敬的伊利奇·加弗利亚将军，沃巴西给您问安了。欧巴西罕，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父名，你还好吧？请走近一点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啊，像个男子汉的样子。我的朋友，这回你可是惹下塌天的大祸了。将军，我们是不得已才走了这条东归的路。我劝你，还是赶快回去吧。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，一个民族也是一样的。我巴谢罕将军，射出去的箭是不能够回头的。说的也是。从我交上你这个朋友那天起，我就有一种预感，我们迟早要在战场上好好的打上一仗。要是我在您这个年纪，就会建议让所有的人退出峡谷。我剩你回去，你剩我放你走。只是觉得有点可惜，我老了。阿德里昂将军，您还不老，我看您现在也很想这样做，对吗？啊，是不是当了韩王，拿枪弄刀少了，手也开始痒了？您说的对极了，阿德里昂将军恐怕也不是经常能够遇到合适的对手吧？我巴西，我没有看错你，那就让我们来，真刀真枪的在这里比试比试啊！老人家好快的刀啊！哼，算了吧，我还怕人家说我活到了这把年纪还来欺负一个小孩。是啊，我也怕有人说我欺负您老了呢。那这么说，我们一定要打一仗了。将军，我真的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与您重逢。勤务兵，把我的好酒拿来。是。将军，这酒是您要留着请客的。客人就在这里，我们俩要痛饮一场。是。我巴谢罕，请。请。老将军，请坐吧。请。今夜不醉不